师兄解忧。猜赌之赌，客家人台币为了做生意赚钱，都袂讲好落花。客家文化衫悄悄的失传，因为阿公头摆摕做咧，身体无好，也今年来身体差，近来见肉咧。乃派你无多咧，总上样头摆都家乡设计夜版，公按照总系出毛戏，再向咸阳地夜版，佢到底系马街呀？来落去问看下好咧。阿婶希望老阿公感情仲好过亲阿公。亲阿公，毋甘伫夜班系马街，阿公按照以来都见上见验，伊当上爱说，俺上爱去亲本伊说，毋过俺啥毋知佢系马街，乃偏有卖。夜版哦，计因客家同好设计版的哦，毋过也还买毋到咧。哈？买毋到了，计一包有包马个了么？有甜没有鹹，鹹嘅迄包鹹上嘅落撇時，香菇留下皮，沒有甜甜嘅鳳跳跳米啦，甜甜嘅米絲色彩會本人情意。好，今仔天公爷就去请看啦。愛去山檔前，愛卡生意地位。好。阿婶让二手念去山赌去。啊！俺啥无问亲阿公，你的啥公用办？唉，俺爱用办去请啊！阿婶出发去请明个嘅女方，无生意，就问女同学嘅一批要嘅讲道。啊哦，个皮也会用外暗太喏，也系马该出本喏。乃系叫叫呀，乃个接受用来来保护夫，也系做这个做伙，每做这用来增加了理想力，出体也会另外，本里每了撞塞着用来做手纹。叫上一伊个阿婶爱请个，就轻一的爱摕地跳下去。诶，也系俺去韩国看肉店食过个马会饮呢。喂，无按同来带面好无？真过计系我国民同我按假名的关系，迄家有拿来考察错错愈难哦。计毋知你伫哪片么？耶，俺唔知喏，下摆去请款啊。用外安全喏。你先来去凉亭歇困一下好无？好啊好啊。用外皮到上个面先喏。你向下来去看，到底系马个叫咪好无？好啊。了用歪来，一段當叫王兒來前來咧。请问毋系马个经理喏？
这个世界就会好来，差不多嘛，用来一下。汉好啦，总算是请动嘞。阿婶在地连连一两个眼，对神当下来嘞。俺只是大帮鱼，真是哈希。虽然已经拿到眼，不过撒下来按样板做啊。我来先去问阿姐个阿婆好嘞，伊是客家美食专家哦。古说阿婶去到阿杰我下个烘肉店，啊哦，用不来喏，用无来同好来。哎哟，我就想讲爱客家做出夜班，分阿公食，顺时就留大家分享。故说啊，我想请问阿婆，唔会做夜班么？我当上爱烘呢。嘅行我讲，嘅系一生年唔会分人老人家听不用听嘅。经过10日嘅练习，阿婶学到用一种夜板，每做地自家做本便宜事嘞。阿婆，我做好嘞。阿婆请食。可是唔会查，也做得拿去买咧。唔系啦，我爱先带本无看颜色看下啦。古说阿婶在地夜板赚到不下，阿公，我转来了。唔看我带乜个东西转来本唔是啦。吹包啊，唔错，嘿，夜班，今朝你是本人上到老条饭，一下他无人做咧，爱说没无乜嘅奇迹。阿公菜市夜板以后，当日都有好心情，心灵空间，身体空间。